就是讲，你比方田进平啊，是算来高台无平的吼，来收收人落。就算是无马医嘅人民，唔是人事业仲工业，喺那定腳頭產貼，無限呢位大洋嘅做準備，佢工作嘅一家人貼係專門嘅務農。目前嚟講係，我老人推工啊，推工就10個年以上嘅啊，嚇，所以人做啊做，就千多田，你做下來，人自家就也就感情啦，菜地也好嚇，即係你看到千多收工表現房嘅，看到是非常大傷害。10個人嘅做農生法，最近實可能要結束嘅，而家當地煩惱係一百安樣嘅殺。進修落去hand拜，你要做乜條路啊？冇聽說真正專業啊！我專業嚟講，你啊歲數人多嘅啊，你講出去做，你講進去工廠啊，乜嘅好，可是都挑年齡嘛。T2 2B 證書係因為新竹縣政府和交通大學計劃啲高鐵新竹6架叉條線，打造用交通大學竹北校區做主體。調辦按照培育計劃嘅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開發的一個理念是要強化我們的這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產學聚落，要想辦法透過都市計劃的一個發展來把它呈現出來。這也就是我們要落實什麼園區大學化、大學園區化的理念。一隻產業契諾範圍包含了一下竹北市嘅東海、愛溪、石碣3里，然後永寧鄉嘅下山村，總共447公頃，愛開發出石碣148公頃，商業碣30公頃，交通大學竹北校碣70公頃，產業專碣82公頃，然後公共設施146公頃嘅新市鎮，安上大同將近4萬人就業。這邊的產業引進的項目，還是 focus 在這個知識經濟產業以及新興的產業。知識經濟啦，譬如講說 ICSOC 設計，這個我剛剛做過。新興的產業包括現在政府急於在推動了，跟我們新竹生醫園區有關係的，就是生醫產業。再來，現在全球都非常重視這個綠能產業嘛。今日攞後生嘅出去冇做透露希望你開發之後呢，能夠帶動你本地方產業區不斷貢獻引進高科技產業你主體能夠抽ขึ้นแล้ว留在你本地來創業。台灣知識園區嘅開發計劃得到部分民眾嘅支持，還有人組成嘅民間團體要求政府積極出頭。希望佢哋普及計劃日積日好，因為呢高鐵要配合高鐵，因為一路之隔差這麼多，希望它很快的推動。不過，按樣嘅講法，本來一群民眾聽到，才知道他唔願意。我的生命財產，給他們左右了。教授就還可以講對了嘛的，學術界他是不學無術，佢都完全用這個頭腦來騙人哋土地。對於世代做農嘅農民來講，土地變證書，生活就會完全改變。像係72歲去看書，到一刻係喺當業從早到暗，到田地都無限。歸奶飲水對佢嚟講，唔係休閒活動天天。有種子有血，有田啊，我哋種子有血。你講我冇唔會餓死，你冇田啊，但你從頭白從嘛冇有血，一半豬都冇。第一擺證書範圍度，就包含了大概300公頃嘅田。一個是因為生產日本天皇公米有名嘅新竹國產做小食。今年政府要徵收呢土地咯，可以變成嚟個貨米上冇提嘅。貨米不但冇提咧，是啲咯，加上講就農業嘅人，其實冇條路咯。你要強強減至改行，年紀又差唔多嘅啦，50歲可以拿去改行。規則新竹業從1986年嘅堰池一期計劃開始，20年來建超過2300公頃嘅地圖，透過期刊證書，從農地變做工業建築用地，也對台灣越來越社會糧食刺激力，更加係越來越嚴重。
台湾土地实在冇多哈，所以全部变态嘞，还卖你子孙心嘛个。你那你是迄个，咋个偷退了？你可能他那大量，你没食东西啊，所以呢，天没退，就是要一退两退，又签好供应了，还卖子孙去买东西呢。特定农业区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最优良的农地呀、就是台湾这个岛屿作为这个岛屿要成为一个国家，它最基本的维生的生存的命脉嘛。好，那所以。我们不是说反对发展这件事情，而是发展这件事情应该找对的地方。像这样的案子就是典型。我认为他是在玩吞噬土地的游戏，我认为这很野蛮。对地图散策的思考冇空隙，本政府反对的民众意見完全冇空隙。我哋啲農民啊，我只水土班地位都30嘅廢人。所以我中學差唔多過70萬人，剛有68人夾差唔多70萬。所以年度生產下來嚇，用自己都做到4、5萬人咯，足足1年度嘅時就1,60萬啦。科技的發達，農業變沒落行業啊！加10年前啊，個美國啊，你講緊20唔巧，到今下也係你講緊20唔巧，冇條件，農業嘅沒落行業，後生人全部出現冇被做條路。好不容易参加區段徵收了，我們這個農地變成建地，哦，這個它的利用價值可以提高，啊，沒有道理在這個繼續，哦，在耕農啊，我們應該關心這一塊土地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對這一塊土地的發展有我們的願景，讓這個地方的土地能夠做更有利的一個更有價值的利用。這整個世界的新觀念已經談農業的多功能論，也就是說什麼？它有多元的價值。那這個多元的價值，它的最基礎根基的價值就是它的生產功能跟生產價值。農業它具有環境生態的價值。那這個農業生態系統可以幫助我們人類，包括地面、地下水文的循環。那再往上走呢，就有人在這塊土地上耕種，它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的價值。樣板利用生業價值，建冇討論的經費，民眾唔願意參加其他證書也做唔得。故所有人爭議，開發單位做乜嘅做得強愛開發偏遠的財產，就好像很簡單，我看到別人家老婆很漂亮，我不尊重，那我就要把它搶過來，可不可以？不可以的事情，這個道理跟這個一樣嘛，絕對做唔得嘛。我們都以國家重大建設之名，然後以公益之名，要徵收他們的土地。好，可是事實上，從他們口袋拿出來的東西，就會以公益之名，然後去滿足某一些企業。譬如說，我們可以檢視這個園區以後到底誰進來，它的產業區誰進來，它的住宅區，它的所謂的優質生活區誰住，這是很典型的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一隻開發案，除咗交通大學編列2億元嘅相關行政費用以外，政府冇編任何嘅意識。規則開發計劃要用土地以標書嘅方式，先買地來做幾千億元嘅經費，再進行開發。本民眾兩轉補償金也係地價貼。開發單位講，機密文傳呢，機密查知道文傳無料嘅係政府。一般地主，這個案子是平均領回40% 啊，那也就是說，你1000坪的土地，將來可能就配回這個400坪。這個區段徵收就像市地重劃一樣啊，那個地主一定是獲利者啦。政府冇錢，難道你白想出錢㗎？用政府冇錢啊！國家重大建設，你啲財地啲440公頃地俾居民嚟負擔啊！你完全冇道理嘅。政府佢冇發錢啊！你比如你下呢家產業區，佢先拿來賣，賣100字200字，佢賺來開發，但政府完全係冇錢，所以你喺度賣空啊！就好似行來兩隻嘅四妹嘅來蒙牛賣網啊，個捱奶要人嘅同時好買嘢。
樣樣嘅都要天牌呀，要咧原來呀，要咧我嗰啲我俾嘅搭嘅廣告全部當到啦，係啊，你喺邊出差啲阿 B 嗰邊都永遠炒到鬧嘢滾滾嚟啦。因為考慮到下一擺嘅利潤，當當會前一開始第一個鐵路專業，短短3年計劃起度嘅鐵，現在竟然貴一批，還加係廣告提價4倍多。以3年前來講，璞玉計劃大概是3萬多塊嘛。那到目前為止，現在的行情大概是6萬億左右。3年前到現在是最高峰，成交量已經好幾十億了。根據土地重建業者觀察，璞玉計劃嘅土地僅有80萬主元，採地居民實講有60個土地，第一成年度近萬主元。地價近期土地交易很多，本計劃但未認為，移民會因為一樣傳導唔會了鐵。唔過唔係得晒採地業都想賣地。我縣政府會不入場，主辦單位入場，並唔係講要賺錢，只為了老百姓提供嘅土地產值的提高，唔論賣也做得，保留起來也做得，產值提高。佢其他證書都去嗌三出兩平，嗌存到10平、12平都做。假使講你講本到好嘅地段，基本10平都搬唔上，係啊。個人根本都好像冇意見嘅呀，完全變到危要嘅，完全都變冇睇嘅。喺當條是講樣是講，你啲土地一平唔叫你給我錢，我哋老百姓是唔係土講給我錢，我只係土按期弄樣，安是好咧。我要求我們就是這麼小的要求。唔單止按樣，呢度民眾一少，土地投資很多。這一時嘅假象，下一夾像係一種想象天。你睇10年來啊，開發啲福建，開發啲差唔多1200公頃嚟嘅土地啊，你出去看啊，摸索很多棟樓啊，冇條件看，有時嘅冇條件拍，嗰條樓啊，全部暗子啦，還冇講要點火嘅啦。其實這種東西不可能會就是一夕之間就是馬上很繁榮這樣。這些都是要從，像我們最近，大概5年前有沒有？這附近也是荒蕪一片啊，也是最近才慢慢發展到，嘉豐5路那附近，那邊的商圈有稍微比較有形成這樣子，大概還要經過大概我預估啦，5年到10年啊。4年前的高鐵叉條鐵天期計劃。20年過後，也無聽錯做啲開發完成。鐵天期嘅地價起嘅，不過呢度係喺房鐵嘅。一樣嘅情形也出現啲13年前用實力台鐵本高作為名義嘅延遲延期計劃。22公頃嘅台鐵高鐵，一下係喺生草大弄，亦都可以三無法的開發，正業本應當義務。這個地方就在高鐵站外面。高鐵場站的發展來講的話，未來也不可能一直維持現況啊！現況是非都市的農業用地嘛，勢必要開發。它竟然只有經濟成長跟發展的思維，而且用這樣的思維來看待土地的話，我覺得這是不止荒謬，而且我只能說，那交大這樣的利潤正是見證當代人類最恐怖的一面。天初開發的結果，除咗規則生一結構改變以外，農村的養業也天初會消失。長期萬大嘅水質、水利設施不足，而傳統火房屋亦都從一位客家意向，係一百樣樣嘅呢。曾經委託台大城鄉所夏鑄九教授帶着他的學生就這個地方的這個文史做一個這個全面的這個調查，總共列了一份清單哪些需要保留，波光妹要保留，這個一些祠堂要保留，一些具有這個歷史紀念意義的這個古宅要保留。然後其他地區產品式的都市計劃無紅藥，
烹育計劃要保留38集創業嘅歷史建物，來作為學校教學空間，也係社區共享空間。包括有些部分就變成這個博物館，要陳列一些客家的這個文物，有些部分就作為社區居民的一個集會空間。雖然初步規劃嘅係200嘅用途，不過一條空間未來管理維護，也係經費來源3唔跌到奶。就算唱係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業所採貼，6架高鐵必定期度嘅正門裏頭，也面臨的一道法規嘅限制，冇辦法使用。這個交給交大這些空間一定會做適當的利用。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交大6家校區嘛，客家文化學院旁邊，我們也花了1000萬整修了2棟古宅。法律的問題，從來了一件羅木，每一年冇辦法拿到使用執照。這全部是因為個都市計劃，冇是講建築相關法規、校方相關的法規卡住。另外，就算建築保留做嚟使用，一樣更做得保存客家文化係。一講要保留客家文化，你最重要客家文化最重要係咪？人文的部分啊。你其他以前冇講，國家是冇好呀，可能過幾十年、20年以後，那個就沒有了。所以要保留客家文化，那根本就是空談啊！你一總體嘅小說，係變為是一隻嗰種嘅都市嗰種嘅身份嘅。以前嘅鄉村嘅嗰種嘅嘛，鄉村小路嗰種嘅年輕美，完完全全是徹徹底底是全部打散嘅。韓國老幾無頭擺老祖宗留下來，嗰種嘅啲客家嘅人文嘅厚度。用嘅上述無形嘅神化內涵，也係知識文化，就係正經難呢。像係新竹有幾百年歷史嘅移民業，生唔太壯論壯嘅祭典文化，第一太族、陸家族、然後第二太族、下山族都有可能會消失。假使講喺真係全球睇落去有啲外來人口佢那嘛亂漲，這個做一個章可能就會減掉，最起碼減掉2/3，全都一部分人哋個都會淪陷嘅。你從問時間一些啊，你譬如嗌你啲金山麵、陸家，韓國啲人山呢，全部係一隻戰場。喺呢啲下全部開發得咧，當然你有冇睇點認識一下改變一隻都市嘅生活之後呢？所以呢啲東西是知識文化，當然是為一隻徹底一隻改變嘅。都市計劃一開始佢都財團啊，佢都對土地有興趣啥，商業有興趣啥，一定強讓佢都來促進一種老文化之間一種競爭的力量。按目前來看，明白講文化是弱勢啦。文化和農業面對開發時，當場運營係切面嘅選項。啲開發人員看中意一啲當有前途嘅朋友。人民甚至無講無愛嘅機會，無論係生活意識嘅良貼，培養心靈嘅文化內涵，都變作金錢遊戲嘅賭博，朋友學無人愛嘅東西。